好，咱看到这粒中度风台开面呢，伊这个路线继续向西边咧行。过去3点钟是有略啊变强，这个暴风的范围也有扩大，对咱台湾东部、台中以北是拢造成威胁的。气象署就表示讲，这个风台伊未来还阁会继续来变强。上新的消息，咱来看头拄啊气象署上新的报告。 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，路上的警戒区从原本的新北、宜兰、花莲、台东，又扩大到了台中以北、基隆跟南投地区，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的准备。我们先从卫星图上面来看到台风目前的位置啊，可以看到台湾在这个地方，今天下午2点，台风已经来到了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46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。那这个台风未来会持续的朝北北西转向西北的方向移动，逐渐的接近台湾东部的近海。那另外在陆上警戒区的部分，从原先的东半部地区也扩增到了台中以北跟南投地区。目前也发布了大雨特报，是针对基隆北海岸、新北市的山区、宜兰跟花莲地区，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。明天开始，台风会是影响我们最大的时间点。那白天暴风范围会逐渐的碰触到台湾的陆地，先从北部跟东半部开始，风雨是比较大的。中南部的风雨呢，白天也逐渐的增强起来。那24号晚上、25号清晨，台风中心会直接通过，因此这一段时间是台湾跟澎湖风雨最大的时候。那到了25号，台风进入台湾海峡之后，西半部的降雨还是持续哦。那预计会带来非常可观的累积雨量。到26号，台风远离，但是中部跟南部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降雨出现。